營運20幾年啦，咁我哋一路都係一個數碼科技嘅樞紐嚇，因為一啲前沿科技嘅發展，咁所以我哋咧亦都係一個新嘅即係所以叫名咧就係叫做人工智能嘅加速器嚇，幫香港咧去即係落實去發展人工智能，同埋係推動一啲嘅應用嚇。歡迎收睇智庫通。企業要做好自己嘅生意，當然就要諗一啲辦法㗎。喺創新底下，咁過往我哋成日都提及嘅升級轉型，或者係揾新嘅出路啊，同而家所講嘅新質生產力最大嘅核心分別喺邊度呢？今日就同嘉賓一齊傾下啦。Eric， 歡迎你。嗱，如果做生意其實都梗係想做得再好啲嘅啦，咁不斷都會有唔同嘅一啲轉型過程㗎。但係今次咧所講嘅新質生產力同過往我哋就咁講提高生產力，其實有啲乜嘢唔同咧？我諗新質生產力最主要就係佢係喺技術上面有突破性嘅創新啦嚇，咁同埋咧喺佢個生產力入邊嗰啲要素嘅重置，而產生推出嚟嘅深度轉型嘅提升嘅嚇，咁所以咧呢一個新質生產力咧，其實係有質嘅改變嚇，咁所以同以往嚟講咧，我哋以純粹係將呢個規模擴大而帶動一個經濟發展咧，係好唔同嘅嚇。咁我諗對企業而言咧，其實就係可以利用到即係而家我哋一啲前沿嘅科技啦，例如係人工智能啊、大數據啊、一啲雲端嘅運算呢啲嘅核心技術，去能夠將佢自己嘅營運啊、佢哋嘅生產啊，甚至係管理咧，做一啲嘅創新，而提升個績效啊，亦都係提升佢嘅競爭力。咁啊，我諗整體嚟講咧，希望咧令到佢成個產業咧係能夠係升級轉型，亦都係同過往嚟講咧係好唔同嘅，係即係有一個新嘅推動力嚟嘅。喺科技嘅年代，人工智能同埋大數據都好重要嘅喎。點樣由根本可以改變到成個初創生態，同埋我哋所講嘅點樣為間企業創造到個價值咧？我諗即係大家都應該留意到啦，呢個人工智能啊、大數據呢啲前沿科技咧，其實已經係改變緊成個世界，甚至好多嘅產業。咁我哋最新咧定位為呢一個人工智能嘅加速器啊，咁希望咧有一個平台咧去幫助香港人工智能嘅科研啦，同埋一啲嘅應用啊。咁啊喺過往嚟講1-2年咧，我哋已經聚集咗超過500間係用人工智能啊同大數據為核心嘅一啲嘅科技公司喺我哋呢一度。咁我哋希望呢啲公司咧能夠咧幫助我哋唔同香港嘅業界係去提升佢哋嘅競爭力啊，佢哋整體個產業嘅提升嘅嚇。咁另一個前沿嘅技術咧就係區塊鏈啦，佢為到我哋未來建構呢個數字經濟係好重要嘅啊，因為佢提供咗透明度啦、安全性同埋效率嚇。咁我哋咧亦都係成為咗香港嘅 Web3 Hub。聚集咗超過280間呢一方面技術嘅公司喺度，咁希望咧亦都係透過咗呢一度咧去推動咗科技嘅發展啦，同埋應用啦。咁其實我哋已經聯同咗政府啦，同埋業界咧係去推動咗一啲所謂叫概念驗證計劃同埋一啲嘅沙盒計劃嘅，亦都做咗好多行業嘅培訓啊，甚至乎我哋啲特定嘅計劃咧去孵化呢一啲嘅科技公司出嚟。咁我哋希望咧透過咗呢一啲嘅平台咧，能夠令到呢啲科技係得到一啲嘅應用嘅場景啦，同埋發展嘅支援。除咗資金啊、人才啊，同埋一啲嘅對接嘅一啲嘅服務。咁一啲例子啦嚇，咁我哋其中有一間咧係做一個運算嘅公司，咁佢能夠提供到全方位嘅呢啲嘅技術嘅落戶嘅服務嘅，例如佢有算力啦，佢亦都有一啲嘅網絡安全啊，一啲應用嘅發展啊嘅一啲嘅方案，能夠咧為到一啲大企業咧去服務。咁亦都咧有一啲嘅比較特別嘅公司，我哋有一間公司咧係做一啲語言嘅大模型啊，無論係廣東話做得好好啊，另外一啲少數族裔嘅語言都做得好好，咁所以佢已經為好多唔同嘅國家提供呢一方面嘅即係服務，例如銀行用佢嚟做 chatbot 啊，服務唔同嘅族群。最後一間公司咧就係一間
就做大數據嘅公司，咁佢已經係連接咗超過咧係10億個網站同埋數據庫，係提供一啲咧係目標客戶嘅一啲嘅所以叫做人工智能嘅方案嚇，幫助唔同嘅公司能夠做一啲嘅國際市場嘅發展啦，係同埋推廣嘅嚇。Eric，你都提過新質生產力係一個質嘅改變啦，咁你哋嘅定位同策略又會點樣因應住呢個發展方向而調整呢？嗱，咁我哋過往營運20幾年啦，咁我哋一路都係一個數碼科技嘅樞紐嚇，咁所以我哋本身咧已經係一路咧係推動緊呢個唔同嘅產業嘅數碼轉型啦嚇。咁啊最新嚟講咧，因為一啲前沿科技嘅發展，咁所以我哋咧亦都係一個新嘅即係所以叫名咧就係叫做人工智能嘅加速器嚇。咁頭先提到啦，我哋希望幫香港咧去落實去發展人工智能，同埋係推動一啲嘅應用啊。咁亦都我哋主要咧都係香港嘅主要創科嘅基地嚟嘅嚇。咁我哋幾年前咧得到北京嘅認可啦，成為一個國家級嘅孵化器嚇。咁我哋希望呢個配合我哋香港特區啦，同埋我哋國家嘅即係發展策略啦嚇，推動呢個創科。特別咧，希望香港咧係加快成為一個國際創科中心。咁啊喺呢方面咧，我諗我哋希望能夠去做好我哋自己一個角色啦，就係我哋香港政府成日講嘅啦，係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咁我希望咧，我哋有一個好嘅平台，能夠咧去幫助好多嘅公司喺呢一度咧去發展佢嘅創科嘅業務。例如咧我哋有好多國內嘅公司啦，亦都係去落戶咗我哋呢一度啦。咁我哋希望咧就亦都幫助佢哋係去面對全世界去走出去。咁亦都我哋繼續咧去吸引好多國外嘅一啲外國公司嘅初創企業咧係落戶香港去能夠幫佢哋咧喺呢邊嘅發展。咁我哋整體嚟講咧，就希望咧即係成為咗一個即係好好嘅係平台啦，係做到好多係市場上面嘅對接、投資人嘅對接甚至乎咧我哋幫助咧係佢哋咧喺呢一度咧係能夠咧係做一個全球策略性嘅定位，希望多啲公司啦就算唔係做一個全球嘅所謂叫總部，都做一個區域性嘅總部咁我哋香港咧係真係可以成為匯集唔同嘅人才喺呢一度嘅一個創科中心。對於科創企業嚟講，咁究竟乜嘢嘅支援係重要呢？頭先 Eric 你有講就係人才嘅培訓啦，或者係孵化器啊、資金配對，甚至乎講啦就係往後一步啦，要有一啲創新嘅技術，使唔使都為佢哋提供一啲特別嘅支援㗎？你講得好好啊！頭先你所講嘅所有嘢咧，都係重要嘅。咁所以我哋作為一個即係創科嘅基地啦，咁啊過往20幾年咧，其實都培育咗好多公司出嚟，就係靠住我哋一個好好嘅平台。即係能夠去讓我哋一啲有志於做創科嘅一啲嘅公司咧，能夠做一條龍嘅支援嘅嚇。咁我哋首先咧就由一個概念驗證啦，去到一個即係差唔多去到上市咧，中間唔同階段嘅企業咧，我哋都有唔同嘅支援嘅。無論係資金啊、市場對接啊、投資者對接啊、呢啲嘅即係培育啊、啲訓練啊，甚至我哋有啲 mentorship。咁都有嘅嚇，咁啊喺過往嚟講，我哋已經係即係孵化咗超過即係1400間嘅公司出嚟嘅啦嚇，咁啊有啲成為獨角獸啊，甚至有啲上埋市添嚇。咁我哋其實期望咧就係都唔係淨止呢啲資金啊、培訓啲嘅所謂叫做支援，最重要，我哋覺得嘅增值咧就係我哋俾到佢咧一個平台。同佢哋唔同嘅創科嘅一啲嘅即係公司咧，係有一個合作嘅空間嚇。展望未來嘅話，你覺得喺科技領域當中，仲會有啲乜嘢革命性嘅突破咧？咁我諗係睇返我哋香港政府之前我哋已經publish 咗嘅香港創科發展藍圖。咁我哋亦都好明確咁指明咧，就係一個生命健康科技啦，一個人工智能同機械人啦，同埋呢一個先進製造同埋呢一個新能源嘅科技啦。咁呢3個咧都係我哋策略性嘅一個科技嘅發展方向嚟嘅。
咁我哋嚟睇咧，就係呢啲嘅前沿科技咧，將會係帶動全球甚至所有產業咧一啲嘅好深度嘅轉化。咁我哋亦都因應住呢樣嘢咧，我哋嘅定位咧係繼續去做我哋呢一個數碼科技嘅樞紐啦嚇，咁去做一個數字化嘅轉型。咁我哋已經咧係建構咗一個3000 petaflop 嘅超算中心嚇，咁咧就希望咧藉住呢一個平台咧去幫助香港咧去做多一啲對香港未來有益嘅一啲嘅人工智能嘅研究啦，甚至應用啦嚇。最後咧，我哋亦都因應住呢啲咁嘅大嘅科技前沿科技嘅發展咧，我哋希望香港有足夠人才去支撐嚇，咁所以我哋學院咧亦都係繼續去做好多行業嘅訓練，希望咧帶動到一啲嘅適當合時嘅一啲嘅培訓供給我哋呢個香港創科嘅人才庫。創科嘅發展咧，真係需要有好多驅動力嘅 Eric，咁啊要繼續幫我哋嘅科創企業加油打氣啦！唔該晒你今日嘅分享。